台湾各县市拢真拍拼，想要洗清行人地角这个臭名。不过，伫台南的大南路有一个公车站，防讲是上界危险的公车站，因为机车道伤过下，公车若是要载人客，是真歹挖过；若想要坐公车的民众是搁较费气，都要过车路，下过安全岛去快车道等车。即嘛有民代就呼吁，这个情形都要赶紧改善。 民众伫公车站头前会手闸车，但开伫快车道的公车差一点仔无看到，直接开走。等公车停落来，民众爱走过基慢车道甲分隔岛才会使上车，一无细意就可能出车祸。这设伫台南大林路顶悬的站点，嘛因为安尼，互民代考试是上危险的公车站。角度的关系，因为它到了基慢车道的时候已经比较小了嘛。那平常这个地方又是因为都是店家，那停满了车，所以。 我们的公车完全就是在平常的时候完全开不进来。其实是真的不太好进来，因为有时候旁边这边会有停车。基慢车道有一台公车跨道，唔拿公车弯入去无简单，一旦入去机车就互踢掉的。那路边有违停的汽机车，公车就无法度靠站。民代呼吁市府检讨道路的设计，对此干部局回应，捌提报营建署来申请经费做道路的改善，但无通过。上次争取。 好像有点意见，那我们再修正，再重新再争取。那已经提到内政部去争取了，来改善整个大安路的特道的配置，重新规划。因为改善需要拆除分隔岛，重新配置车道，经费大约需要2000几万。市府表示会赶紧争取中央预算来改善，但伫争取着进程，恐惊民众走过马路坐车的危险画面会阁继续发生。记者陈环宇、柯建俊台南报道。